我係嚟自一個精神康復者嘅自助組織。咁最近呢，原本咧朋輩支援員咧係由30增加到40，而家就再增加到70。呢啲職位咧就係俾我哋呢啲精神康復者嘅工作。咁亦都做咗好幾年㗎啦，有啲甚至乎係退休嘅做到。咁證明咧就算係精障啦，即係精神康復者，佢哋根本係有工作嘅能力嘅，只不過係欠缺一個機會。咁只要咧能夠政府可以協調到喺職場嗰度係有一啲叫做調適員，即係好似 ICCMW 有社工啊，有啲嘅輔導員啊，可以做到一個支援到佢哋嘅情緒啊、心理障礙，令到佢可以喺嗰個職場嗰度，即係類似政府所講嘅調適員啦。但係我哋呢啲職場需要嗰個調適員呢，唔係幾次嘅陪同，而係真係要跟一對一咁樣去支援，直到嗰個康復者係適應到個工作環境啦，加上同埋同事嗰個喺工作上係協調到嘅，咁佢哋就會好安心繼續長做呢份工。咁我哋政府開始意識到咧係需要做啦，咁就開始有個社會託啦，有啲嘅叫做精神科嘅熱線啦，即係開始睇下都希望佢做多啲真係以人為本啦，亦都希望佢哋做啲短期嘅就要做檢討咯，咁先可以帶到個中期或者長遠點樣去計劃啦。而且我哋咧係希望佢係一站式服務咯，唔係東扯啲西扯啲啊。關於你哋住屋嘅問題，又走去要房署嗰度啦。關於你哋嗰個即係譬如嗰個教育嗰度又受到影響，又要掹下教育嗰度，教育署嗰度，我哋希望能夠有一站式咁服務，咁樣一條龍嘅服務啦，即係咁講，即係唔需要呢個部門做啲，嗰個部門做啲咁零散咯。所以我哋都有同而家講緊狄志遠嗰個立法會議員咧，係希望倡議到有一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呢樣嘢，即係希望係一個更加高層次嘅，即係好似婦女嗰個啦，或者青少年都有一個事務處啦嘛。我哋希望可以殘疾人士都有一個咁樣去統籌我哋，即係局長級嘅質素去統籌我哋，能夠令到嗰個順暢啲、流程快啲，可以達到嗰個效果出嚟。